主后2025年8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敬畏甲信心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1节到23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。大卫高组织以色列人中间特选的3万人。大卫带这人出发去犹大的巴拉，要对遐将上帝的约柜接来。这个柜是奉坐伫2个天使基路伯中间的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名称呼的。因将上帝的约柜下伫新的车，对山顶阿比拿达的厝载出来。阿比拿达2个囝乌撒甲阿希约赶迄台新车，因将车甲上帝约柜对山顶阿比拿达的厝载出来。阿希约行伫约柜的头前，大卫甲以色列全家伫上主的面前，用青树、茶所做逐款的乐器，甲琴、瑟、尼龙鼓、大鼓、钹来奏乐庆祝。因到那空的五谷场，牛着踏乌撒伸手扶上帝的约柜。上主对乌撒发大生气，因为伊的失措，上主甲伊拍，伊就死伫上帝的约柜边。大卫因为上主拍乌撒真无欢喜，就将迄个所在号做比列斯乌撒，直到今仔日。迄日大卫惊上主就讲：我哪通将上主的约柜运来我的所在？对安尼，大卫毋肯互上主的约柜迁入大卫城，到家己的所在，就甲伊带去加得人俄别以东的厝。上主的约柜停伫加得人俄别以东的厝3月日久。上主赐福俄别以东甲伊的全家。有人甲大卫王报告，上主因为约柜的缘故，赐福俄别以东甲因全家的人。大卫就欢欢喜喜将上帝约柜对俄别以东的厝接来大卫城。跟上主约柜的人行6步，大卫就献一只牛甲一只肥的精生做祭祀。大卫穿幼麻布的友德，伫上主的面前尽力跳舞。安尼，大卫甲以色列全家出欢喜的声，奔扫甲跟上主的约柜上来耶路撒冷。上主的约柜入大卫城的时，扫罗的查某囝米甲对窗仔看出去，看到大卫王伫上主面前也跳也摇，就看轻伊。因跟上主的约柜入去，下伫大卫为着约柜搭的布边内面。大卫伫上主面前献烧化祭甲平安祭。大卫献这个祭了后，就奉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名，甲人民祝福。伊阁分物件互以色列众人，无论男女，逐个人一块饼、一块肉、一粒葡萄大丸，众人就拢倒去因兜。大卫倒去要甲伊的家属祝福，扫罗的查某囝米甲出来接伊，讲：以色列王今仔日真有体面，今仔日伫人神的乳味目睭前无穿衫，亲像一个小人裸体毋知见笑。大卫甲米甲讲：我是伫上主的面前安尼做，伊有拣我，无拣你的老爸，也是伊家内的人，选立我做上主的子民，以色列的统治者。所以我会伫上主面前继续跳舞。
我要比今仔日安尼搁较粗俗。虽然你看我做卑贱，毋过你所讲遐个女婢会尊重我。对安尼说落个查某囝你甲到死拢无生囝。敬畏甲信心，代笔想要搬上帝上主同在的约柜倒转来耶路撒冷，一方面显明伊有权柄，另外一方面也暗喻伊结束流亡的日子，脱离枷锁和受体，用光重新照耀以色列。其实这也反映人性。权力会想要留落记号，透过举办盛大活动，也是建造宏伟建筑，展现力量，供世间人纪念和膜拜。人若简单为着满足家己的欲望，就是窃取上主的荣耀，甲恩典当作是家己的成绩。在约柜的牛车伫山路无电摇，牛反转伫边路煞并蹄。乌撒伸手扶约柜的反应是人之常情，上主却甲受气发点伊的心肠，令人想拢无是安怎哪会安尼？对事事无谙发现，人家己掠做会当掌控上主。伸手的动作代表人想要掌控。神学家曾思翰伫耶稣的读心术册中写讲，用圣经做个人经验和生命依据的时，会面对用个人经验作为生命依据的试探。就算知影爱用圣经做生活准则，也是用个人的想法和经验处理代志。欠缺信任是撒母耳记的叙事不断重复的主题。信任甲敬畏并存，人若无敬畏上帝，会产生错误的认知和虚假的信心。有信心也无等于是敬畏，迷乱迄受吹破出来的信心蓝图，梦想大型事工甲国度，要拄拄会甲上帝放点首位。打造理想却无属伫上主的国度，建采富裕强大，就亲像摩西时代的埃及，拥有建造金字塔的科技、力量和惊人的文明，却受限伫对死亡的恐惧甲迷信。结果，埃及用来展现权力的金字塔，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座一座展现傲慢的大型坟墓尔定。若无敬畏，就会欠缺信心，甲恩典变相做凸显家己的工具，借以得到别人的赞赏。心理学家霍布斯捌讲，虚荣的人透过别人的抱塔形容自身的能力，毋是透过对自身的真切理解来得到确切的希望。人习惯用做偌济、做啥物，也是用身份地位来证明自身的价值。总是撒母耳记是对相信上主的妇人人汉娜开始的，这显示圣经的观点，能力毋是重点，敬畏才是信仰的必要元素。敬畏上主，互人会当体验到伊的慈爱、能力、怜悯、医治和永恒的应允。敬畏上主是信心的开始。意识家己的欠缺和有限，借着祈祷放下自我的傲慢，愿意交托予上主掌权，因为安尼体会到家己受上主拣选，
敬畏是有关弱者的呼召。圣经总是讲到上主拯救、保护敬畏伊的人，表示说明敬畏上主的人通常无能软弱，因为强者袂感觉家己需要仰赖上主的供应。敬畏，互咱有信心的眼光，坚信伊的应允，会是咱性命的愿望。默想，我安怎展现家己对上主的敬畏？伫现实生活中，我是常常伫夸口家己的成就，也是常常讲述上主的荣耀呢？我安怎展现家己对上主的敬畏？伫现实生活中，我是常常伫夸口家己的成就，也是常常讲述上主的荣耀。做伙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求你开启我的双眼，互我看见上帝国的实现，不在伫人的能力，实在伫敬畏你。帮助我凡事交托，我无靠家己的才能，是因为敬畏你，得到愿望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